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滚树枪、鸡尾炮，若是无够，小猪也搁摕来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书诗巫术第7条。古早读册人，咱讲是书，咱讲属龙工商，代表做官的人、做田人，也搁有做事人和做生意人。兵卒咱讲属卒，大家情绪咱讲属气。另外，古早音乐的调有这个五柳公车上属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属主，就是读册人。古早台北树林号名意思就是属主如林，代表讲读册人济济，咱讲树林。第二个词读做朴树朴，其中一个意思是专家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达人。另外嘛有经体人的意思，像咱讲朴树朴，朴甲地抓落，这个意思就是亲像人咧讲的阿婆穿内家未朴假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实在是朴树朴，朴甲地抓落，未朴假朴，明明就唔知影，佫硬要讲。落尾老师甲解答，才讲到树林这个地名的起地，就是属主如林的意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书提供予大家参考。